记得。
求嫁接先生，你只识得了一回，还与你。先生，这等大事你怎么忘记了？什么事啊？娘娘与你8月15日结连理，中秋月圆情伤心。今年不可与往年比，娘娘。
下杀扫庭院，张灯结彩，只为人间而天大喜事。隋王李茂亲命临平诸位老为赵秀女为妃，请赐王赵谢恩啊！李茂接旨，李茂接旨。李茂接旨。
曾道是大家之相有礼。四妹，你兄有礼了。高公公、兄长，你们辛苦了。太曾道士，你想通了没有啊？四妹，你就答应了吧。这也是你的佛文和我们杨家的荣耀。当今皇上乃英明天子，不但属于处理朝政，而且是你孤人。四妹跟皇上去做娘娘，那真是心气相投，再好也没有了。太曾道士，我知道你何必是与隋王心生疑虑，难以割舍。我是今老实告诉你吧，隋王与政治凌云混配了。四妹，这是真的。隋王一另有新人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有道是生命难违呀、你是今招进宫来修改听众生命，是让出了皇上怀才下来，那可真是不得了啊！那是不但你要受到处分，我要危及隋王的性命。哎，想必你也知道啊，太子李英、我王李尧、王李居，都是在万岁一怒之下被赶出王朝，稍后是被赐死的呀。太曾道士，你可不能自顾自己而不为隋王的安危设想啊！李尧的两名贴身宫女，我已奏明皇上，马上就会送进宫来的，实在昨夜请你三思，告示。四妹，为了隋王殿下的安全，你还是慎重的好。隋王
插风贵宾谁不愿？天长地久，怀君望。请爱弟代为书给万岁可好？这是用得上帝逼了。哎，逼！王费了半夜的心血，才呼吸而成，今臣与爱妃已作定心之恩。哎呀，万岁，这千万使不得！爱妃，你若不睡，朕与你跪下了。万岁！
罪名高烈士将曾祖莲送于那美丽，免得他沦落他里。此事可不能这样爱妃知道。来，宣扬娘娘同来赏花迎君。孙子，万岁御旨，杨娘娘见驾。杨娘娘见驾。来。
这个夫人首次进贡献礼子，你先尝尝啊！哎弟，哎弟，你爱吃吗？爱吃，爱吃。可见万岁娘娘平身，各座臣在必爱吃鲜梨子，从现在起吩咐下去，叫人每日进贡鲜梨子，为之在战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命负责每日进贡鲜梨子，为之在战。万岁，这太过分了。不妨不妨，万岁，我们再去见圣驾。宣旨。万岁御旨，我们再见驾。我们三进将，吾王万岁，盼万岁！平身，快来见顾娘娘。娘娘千岁！平身。秦家从不方边境远道而来，有故事商议。不妨便将无可以报答王恩，竟将给出土产，奉献万岁娘娘，聊表心意，理当在此。啊，万岁，这些都是不放的名贵物品，家十万金，难得他不是辛苦千里云来。秦家必心了。万岁大人恩重似山，胜过人的亲生父母，这些物件实不足以孝敬万岁。万岁，安乐山之孝敬万岁，而不下于孩子孝敬父母，可算是万岁的官儿子了。秦家对朕真是忠心耿耿，就是朕的儿子也不过如此啊！好，朕的随你做官儿子吧。谢父王，二人安乐山去见。二人安乐山去见母亲，愿母亲娘娘千岁千岁。母儿诧异，怎么的拜父王先拜起母亲来了？臣是夫人，为母所理解，先母后父。好一个谢母后父啊，真有意思。好，从现在起，朕就照你父所理解，每次上朝觐见，可以先拜母亲，后拜父王。二人安乐山去见父王，愿父王万岁盼万岁。儿听风。儿臣好。朕封你为东明郡王，请示单手铁拳，从现在起，你的府邸世世代代永受保护。谢父王。朕的王恩浩荡。启奏万岁，老将军正月里与要旨求见。宣遵旨。万岁御旨，正月里见驾。臣正月里即将我王万岁，娘娘千岁，平身。谢万岁。秦家有要事商议。万岁，老臣与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万岁，令一人草创大事，天地高黑。母亲，有话将来。万岁。自从大当平天下，万
将军坚守边关，一日救，今人三者为调问。今有家风事推出，有人命皇上为不敬，恩宠公门并恰当，深恐难以莫人心。将军，俺将军历经边疆历史，俺帮定国不人民，一推同家长，亲家女多用爱多心。是啊，老将军，你太多虑了。对，大当开国创新年，武毛司令保太平，安乐山群万里，必须发号，其丰年东道明，我去看孙。这三次上马之际要得力。今日争吵妒忌，把整个头都搞昏了。真扫兴！回万岁！高卿，万岁！奴才已将珍珠莲送给梅娘娘了。高卿，他是了些什么？梅娘娘十分爽快，提笔写诗一首，叫奴才带回呈与皇上。哦，柳叶上眉举不妙，残障后来无红霞。长门君日无所惜，何必斟酌为戏了？哎呀，近来朕却是冷落他了。他近来身子怎么样？公子不该当言，这是有小手息了。高卿在，今日正到翠华西国召见美帝，你的养帝之事，正到金正楼偏要执掌去了。真是拜见。你万岁到哪里去了？
天飞黄，唐啥是守望夫人临出去，我可立功去拜守望。人无双翼，真飞秋色的水哟，是河既然万岁不在，待我死则是应，一罪方休。来，娘娘，拜酒。娘娘也信我等是害人。
曾配在此处，难怪他要悠悠醉酒了。天哦，路人，红娘娘肉体热凉，还是为公歇歇去吧。爱妃，爱妃醒来，爱妃醒来。神王，天水，好去！万岁驾到！万岁！原来你14夜想都在想念的神王，朕明白告诉你，我既能将他封王进家，也能将他说出王家。哎呀，娘娘，你发的什么词呢？何苦嘞？娘娘，神王今天来了。真的来了吗？分明是音乐是来不听为，巧为我的相见翻开。大字红旗小将青看见我日月我与两位言道别，这我一直听在王委屈吗？娘娘，这是为什么？去！娘娘，今日神王冒险人来相见，为我复见万岁来了。娘娘，神王将老婢将成要做凤为娘娘。外外冤屈，不辞别，一片苦中相随沈子香，万岁！杨玉官今有事情实属下贱，不是爱惜有谋真恩，是将其弃败扬杀，以此反省不过，请此王招贤恩啊！夸夸这个圣旨，万岁爷下正在虎队上，请娘娘暂且为公休息也，明早一早出宫，为养不去吧。哪个的女说？啊，是娘娘的。娘娘为什么要将他丢在这里？高公公，你自己问娘娘去吧。
多了啊！娘娘托付深藏也必够，有谁知也不一定，也不轻。月关北边离红楼，千贵府里一三天，师兄师姐难猜透，难猜透。朝野国家天下所记，世上必称宗子孙，只怕是灭门之灾，乃多变。今日里风声尽一层雨，送一层。朝野真快我两家喜，城院里所有各种有心意，他听说
记得冷落的妹的心里冷恨，怕是他重新的冲要弄是非。我的娘娘啊，是啥从此永避开？杨家势力一下千里，从此被人拆家。我的娘娘，你才久居宫外，身心岂有不便之理？再生那蒙召黄袍塔西，一旦在身上之逃，可不得了啊！什么？当了王丈，死了10余万人，万事是当了省长，亏你们说得出口，你就有谁？可这也是为正杨家的权势啊！是啊，四妹，皇上喜好开边扩土，俄罗山一直受到宠爱，还普来封王。你兄我出征乱赵，也是想争得荣誉，不料带兵的将领无能，才遭此穿盘。你们藏了虎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四妹，四妹，你慢住，四妹。娘大声地告诉你家快快有请！奴婢高烈士叩见娘娘。高公公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现在不是娘娘，我是为兵出宫的杨月环。奴婢该是谢娘娘，万岁命老奴赐给娘娘的顺神，立子也送来了。送上耳听。娘娘，万岁多次事实事故，待娘娘可真是不错啊！多蒙万岁恩典，杨月环有才，担当不起。娘娘和千岁的事，皇上都知道了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难道娘娘自己做的事还不清楚吗？好吧，既然娘娘不愿意生，那就是老奴食言了吧。娘娘的期望越相连，心不枉法所忠心，鸟的鸟说互相承认，有神下界神相平。看起来这女的是
是为代这一张张，一件件，张张件件，可是真。羞子你做了才生，高公公，就请你选择吧。娘娘休要无落下，老奴是送十送姑到衙门，自从娘娘离宫院，皇上荣幸不宁，十八官位也不难事，你娘娘是无言啊情，爱能将你来世感情娘花欢喜。不过以老奴之见，娘娘是个既不一见，表一表心意，那就更好了啊！高公爷说的是啊，师妹，你要好好想想，三虎不及万岁才好。师妹，快想想，快想想，他想想吧。高公爷头顶来想。好。师妹，既不苦涩，你要好好考虑啊。不知道皇上出死因，不及
年岁月年。
兵，两城内境夜来人静，你我精神也动啊！后东当了省长，完了三阶级败退，二弟可以不用翻译了。不真是此是啊，那得好呀。二弟，你看今日正气色怎么样啊？万岁敬人你无忌臣，哦，第一天有法的好了，果真是此，真是多亏你了。万岁。年逾花甲，经历谁？
率领大军御驾亲征。御驾亲征！哎呀，万岁呀！御驾亲征可不是老少万的啊！万岁如果真要这样做，那将是大明离开王屋之水，倒流啊！万岁是有三丈两都拿属实好啊！万岁，太子作为官府上身，哪能应付辩论？万岁亲征十分冒险，倘有失火，这就难办了。父亲娘娘不必劝奏陛下。万岁御驾亲征，铁壁动去。万岁，万岁，永来，你们这个聪明也是，懵懂也是啊！你们怎么不想想，怎不御驾亲征成吗？万岁是长安威，尊父领进诚心放，也答应今晚少乱气，把兴亡空出门进。到那时，圣人举目宽朝廷，轻举王东杀士兵，历经西营别是主，纵观差池也难避。夸奖那御驾亲征早收下。万岁！哎呀，你们才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快将御驾亲征的诏书传下去。对，他把诏书传下去，尽量在文武百官屋里面百姓之中流传开去，说得越快越好。走。汉朝中今世永成少阴臣。万岁，这怪不中万事没有经验。叶怀真今年来疏于政治，这娘生军事之大祸，恐恨断了手，这册子啊！万岁，事到至今皆已无用，今以三等之问，还要细应其人。万岁，谢谢去吧。事到至今，也只有这条路，这是灭断了。
儿万岁！儿臣愿与圣老将军护送万岁西营，此际惊怕方万岁恩准。昨天我儿的一篇消息，真正谢万岁！骏马粮草等人对准备就绪，请万岁早点歇息。这个两国之人就要策发。你后见真迹，昨天我和郑老将军都是国王的忠良之臣呐，请父王早点歇息。
走不动啦，堵死我了，走不动啦，走不动啦，堵死我啦！不错，我连吵闹之声，凭什么连着半路老内吵得这不同了？可曾听到什么？有人看见军士们三五成群，不知你人何时。还听说陈月里和校尉们也曾在此秘密拟死。陈月里，谁忘了？谁忘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刚才看见他和沈老将军在这里讲话，稍后又到军中送沈华去了。什么？万岁，他们的迎接可疑呀！是啊，万岁，可中陈才高卿在。若当听消息，前往有变，顺势下去，引军途中是有骚扰贼。上，遵旨。有请陈老将军，有请陈老将军。不知为了何事？老将军，军士们为何吵闹？军士们连日赶路，有来有往，说是整天敌人拥簇，故而吵闹起来。万岁不知已经有旨，命军士们去四周村庄行什么？行什？兵荒马乱，百姓四散大荒。村长一无人烟，到哪里去救人？那么在这里吵闹又有什么用呢？老将军，快算挖下去，等到天明，立刻向西所进发。军士们说：“这不同了。”难道在这里等着安禄山追上来不成？陆军统帅不能制约军士，反而重用他们吵闹杀死，不要反水爹爹。你身为丞相，专权复国，重用安禄山，娘臣不伦，你才是真正的有臣。什么？重用安禄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先把万岁派人去吞并虚热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嘛！哈哈哈哈哈！派人派去的人是安禄山贿赂，也已到这了。你老身不破家暴，皇上蒙难，你到无责你。我丞相将军有话好商量，何必动怒啊？万岁，上月里扰乱军心，诬陷他人，理该死罪。国难临头，大敌当前，你们将相离个同心家里，不要伤了和气。陈老将军，你快去爱慕军士们要紧呐！凡事老臣不能爱慕将士。请丞相去吧。你也好，不错，陈才，你也走老将军爱慕军士们去吧。遵旨。你们杀掉！
7万岁，杨国忠上谋君王，下压百姓，寸痛二路山，娘人不论，将士们不是杨国忠，难以平分。什么？万岁，是杨国忠的手机。好，万岁，老臣将兵不能，请万岁赐臣礼。若君将士为国自监，上无天意，下合民心，老将军何谁之有啊？国忠专员无功，一为正义，军士们将他处死，那是罪有应得。若君将士忠于皇帝陛下，自监有功，理应嘉奖，下去领赏吧。是。杨国忠业余无才，众怒当可平息。看天色将明，请老将军吩咐洛军无驾西运。不杀贵妃是无家。将士们认为其美贵妃，不宜在仕途万岁。贵妃是19以来从不过于朝政，这是杨国忠，也不是他的嫡亲兄妹，后贼之余。万岁，万岁！将士们认为。自从贵妃进宫，他与我君王神灭女神，他与我君王不负朝政，自是唐氏江山，国永世藤。万岁，万岁！故贵妃乃是护根，必须赐死。怎么回事？将士们既杀杨国忠，就定然不让娘娘侍奉陛下，否则将士们不安心啊！请万岁。给将士们托付，又是千万岁。是来，陛下，将士们认为杨国忠所以追究不过，全让贵妃之事，故贵妃不宜侍奉陛下，7万岁更恩正法，7万岁更恩正法，万岁呀！贵妃不是什么将军王王民国，贵妃不是南平奴。请万岁当即立顿！请万岁当即立顿！老臣告退。
说没成亲呐，把万岁顾见他绝。宋家。
情。万岁有旨，是杨娘娘跪天。真也是死成的，望你看在夫妻情分，看在大港的江上，谁知真与你共享。万是你死计是用吧，
呵，万岁启明进宫立旨是专为娘娘使用的。专为我使用的，弃了李子，去死！弃了李子，去死！真是死而有意，死而有若怪进宫失落贼，君王中无人比。我从前立志一往心，昔日恩宠尽不弃，命怪一生不由己，幸运呐，还是非。我一生喜爱阴阳与共舞，进宫儿不问朝政是与非。
眼里，两情天眷不分离。皇上爱我用眼里，不顾乱人得知情，将士们怒斥我用